妖精一直吵到3更暝半，害大家活要吵死。新北市板桥这个公益社团拜六办创社90周年妖精的活动，拢总26个顶头来斗相听。本地按算讲暗时10点就会当散场，所以伫拖到半暝11点半已经伫要翻点。炮啊声，还有烟火火光，害大家拢袂困的。警察讲活动有申请，违规部分拢总开11张罚单。庙方落尾嘛赶紧出来讲，实在真歹势。 规条路拢铺红色的炮啊放落，只有大声的，边仔阁有一大群人为活动赞声。炮啊放完涂骹，阁有火星，为着活动更加热烈，因阁放烟火。文章本来应该是大家拢咧庆祝的才对，不过因为拖到半暝啊，也未结束，住附近的人拢好吵架，无法度困。时间太晚了，都还在用，接近快12点。 没办法睡啊！对我们来讲，其实它每天都很大声，所以我们已经很习惯了。新北市板桥雕好社办90周年庆文章的活动，为溪头街出发，经过宽和西路、文化路、还有万板路、中港路，尾啊转去到溪头街雕好社，拢总有26个顶头来参加。本来预计为早起8点到下暗10点，想袂到一直拖到11点半才结束，声音吵到互大附近的人想要困拢无法度困。警方为头缀到尾，当场就按照道交条例，无照驾驶、无戴安全帽啊，违规停车，还有驶电倒向，开11张罚单出去，拢总28700。另外，环保局嘛有来发。燃放爆竹，这已经违反我们噪音法的规定了，所以我们现在会发函给主办方，请他提供当天行为人的资料，依法来开罚。我们已经有开出7张罚单。活动一直到半暝啊才煞，吵到附近的人休困的时间，庙的嘛感觉真实嘞。放炮啊，迄是人来甲咱放的，咱家己咱有控制的，都人放的，咱伊当时要放，咱就唔知，有啦，咱拢会控制啦。欢欢喜喜的文章庆祝，这回因为活动超过时间，佮无遵守规定，收到10几张的罚单嘛，互人拢咧删。记者综合报道。